細內容。觀塘和樂村凌晨發生縱火案，9個人被燒傷或者吸入濃煙，唔舒服送院。其中2男1女年齡由21到58歲，情況危殆。馮少豪報導。其中1名重傷嘅男子由消防員救出嘅時候已經陷入半昏迷，要用氧氣協助呼吸，再送院救治。另1名男子面部燒傷，亦都送院急救。係啊，伯唔使驚，坐低先，而家講真唔舒服。由於唔少傷者係長者或者係殘障人士，佢哋要由警員孭落樓，帶到安全嘅地點。唔使驚啦，唞下先啦，好唔好？事發喺凌晨1點鐘，起火現場係觀塘和樂村新安樓15樓一個單位，單位冒出大量濃煙，波及附近單位，一度有住客被困，有35名住客要由消防員協助疏散到安全地點，其他住客亦都自行疏散到樓下。部分住客走火嘅時候趕唔切着鞋，有人就留喺梯間等候消息。消防員出動3條喉同埋3隊煙霧隊，喺半個鐘頭內將火撲熄。現場呢就係新安樓15樓一個單位，就係1520，嗰個 size 約莫就係5乘5米嘅，發生一單1號火警，救出呢一共9個傷者嘅，其中1個就不省人事，1個就受輕微燒傷嘅，其他都係吸入濃煙唔舒服送院嘅。消防發現現場冇自燃起火原因，火勢蔓延亦唔尋常。有目擊者表示，見到單位外邊有易燃物體，警方已經列為縱火案處理。火警撲滅之後，住客已經可以返去住所。無線電視記者馮少雄。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《節新聞》，我係黃春美。觀塘和樂村新安樓凌晨發生火警，20幾個住客一度被困，由消防員救出。當中9個人分別燒傷同埋吸入濃煙送院，2男1女危殆。由於揾唔到自然起火原因，警方列做縱火案處理。顧慧敏報導。火警發生後，住客紛紛走落地面暫避。由警員帶領到大廈對開空地，一度逼滿咗100幾人喺度，有老人家由警員攙扶，行動不便嘅更加要警員孭落樓。最好佢行。有住客救出時已經昏迷，救護員不斷進行心外壓。再抬上救護車送院。喺火場附近嘅單位有20幾個住客一度被困，要由消防員救出。我先生一出去睇，嗰啲煙已經砰砰聲都出唔到門口啦。咁啊，唯有喺窗口係咁揮毛巾啦，大救命咯。多人㗎，嗰啲人都已經又係喺度開門出嚟裝㗎啦，都已經出唔到去啦。消防救我哋落嚟㗎。獲救嘅人當中，一個青年燒傷，另有多人吸入濃煙唔舒服。當局一度派出醫療車到場協助。現場係和樂村新安樓頂層15樓一個單位，凌晨1點左右起火，冒出大量濃煙。消防用咗2條喉同6隊煙霧隊，大半個鐘頭後將火救熄。起火單位嚴重焚毀，消防相信係客廳首先起火，由於冇自然起火原因，而且火勢唔尋常，迅速蔓延。加上有住客話見到起火單位門外有易燃物體，警方列做縱火案處理。之後警員將現場解封，俾住客返上樓。有線電視記者顧慧敏報道。